最近咧澳洲天氣咧開始變凍啊，咁我諗咧好多人會有喉嚨痛嘅問題。咁今日就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妙招，可以快速咁樣將你喉嚨痛改善。建議大家收藏或者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免得將來要揾唔到啊。嗱，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喉嚨痛點解會痛先，就係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之後咧，咁佢喺個口腔入邊咧積累咗。點解佢會腫脹或者係點解會痛嘅時間比較耐呢？就係因為嗰個血循環嘅問題，啲血入唔到去，自然打仗就冇咁容易啦，係咪？咁我哋嘅方法就係令到佢嗰個血循環改善翻，咁從而令到佢打贏仗，咁我哋咪好翻咯。方法就係例如我依家右邊痛嘅，咁咧我就望高個頭，咁我由右邊喺個牙骹開始，咁樣把隻手指掃過嚟。如果咧你痛緊嘅時候咧，你應該咧去到某一個位置咧，你會發覺有一條咧係零舍硬啲，同埋撳落去係會痛嘅。咁我哋用嘅方法咧就係咁樣捉住佢，好似搣佢咁，但係實際上唔係搣嘅。個方法就係撳落去，但係就唔好出力咁撳落去啦，因為你好大力撳咧就好痛嘅。撳到去，唔好太大力，跟住之後咧咁樣，好似彈佢出嚟咁樣，咁樣嘅。咁如果咧你堵塞比較嚴重嘅話咧，你掹幾下咧，你可能甚至乎見到啲魚出咗嚟添嘅。咁如果係嘅話咧，即係話你嘅堵塞比較嚴重。咁我提議咧就係由你開始痛嘅位置一路咁樣掹佢落去，直到一個位置咧落到去，覺得咦個痛冇咗咯喎，咁你就可以唔使做啦。咁咧如果咧你真係例如啦呢個位置你掹完之後哇好瘀喎，咁樣嘅話咧，通常個瘀咧係大約3到4日度咧就會散晒㗎。希望呢個方法幫到大家啦。呢個方法咧我自己試過咧就非常之有效嘅，今日就分享俾大家。另外就係如果大家有反反覆覆嘅痛症出現嘅時候咧，可能唔係因為你個病太嚴重，而係你揾唔到原因。我之後咧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關於點樣揾到個痛症問題嘅成因出嚟嘅。為自己健康着想，關注我，學識問點解，揾到問題嘅根源。